但是养老那也看着呢，那别我了，多过多也多半天的话，我们一家不。记了那个的，记了那不打多过路。喂，必须打对，必须打对。那也不都过来了，我把干了，在那里去。我把干了，好了。我涨了嘛。那边嘛，在那里吧。不是。完了，给你啊！我给你啊！一两天，我理呢，我们的。这玩意不要理把一周了，一包几给完的呢？对的。刚好，去把那个来呀。这个。啊！哎，直接出来你的，看那方面了。SC 我把慢的了啊。哪边？SC 我准备。你们。SC 我路路慢了，路慢了你的。哎，老农还得那话，不但看了之后路多。我看等下路你9点半给咱们的。喂，我等下知道，别打来，等下一个人来。喂，你嘞？你那个毛产地的多少呗？搞不了不讲我嘛，必须都好。喂，也不在那里吧？没得搞的，SC 我听对了啦。咱们还连绵绵了啦，那说咱那么为内部呢，你们明白俺都老啥来了？你说那边啊？不要让我必须。